即摆消防人员、救灾人员伫第一线救灾，运送遗体，心理压力一定真大。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坤昨昏就专工去花莲的消防局慰问，来了解救难人员的需求，嘛听因的心声，讲要透过企业甲民间的力量提供帮助。星期二知影，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到花莲慰问台六国号事故的伤亡者。第一站先来到消防局，特别送到澎湖到花莲的消防局，和第一线救难人员，感谢因平安回来，嘛当面听到这届救灾人员的心声。大体方面比较让人家不舍的是，丝带的品质不是很稍微滑一下。那个一般的塑胶可能承受不了。身为救护技校大队长，嘛是花莲资济医师的吴坤杰，就把救灾时的问题反映出来。张淑芬嘛利用纸条收集消防人员的需求。伊讲政府虽然有伊的管道，但是去业的动作会比较较紧。因为他们现在穿的衣服还是有很多血丝，还是有很多破碎的肉。他们洗了还在穿，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宣布，这一次有参加来急救，不只是花莲地区，全省各地来参加义交消防队的人都可以来报名。比方讲一些救难衣的一个更换，那他也希望说，让这些衣物能够汰换之后，能够忘掉当时候一些不舒服的情况。张淑芬表示，经过伊的了解，救难人员甲家属上需要的就是心理咨询。除了要招募全国有意愿的心理治疗人员加入行列，嘛希望用上紧的速度来招标。伊讲寄这纸嘛，互伊体会到家己嘛有脆弱的一面。记者陈雅文、刘玉水，花莲报道。